来关心一桩意外的消息，这是有7个真爱泛舟的民众呢，昨是烧酒去到新德县五峰乡来佚佗，结果其中一个38岁姓廖的男性是无说离去冰船过，当地溪水也真错流，落尾是渡水死亡。据有人表示，该名溺者为进入到急流区域后翻覆，尝试3次自救未果，而后人舟分离，遭水下开口吸入。30分钟后，在下方300公尺后找到溺者。五峰分队到场后，立即给予 CPR 进行抢救，而后与2大队集结人力于153栋搬运至道路上，交由员警跟家属处理。根据了解，这事故的地点是伫个上平溪的顶游这个所在。昨早起的时阵，姓廖的男性甲伊的朋友对五峰乡的青砖部落迄搭出发，预计是要过到和平部落，全程是有9公里遐尔长。结果煞因为这溪水真错流，全冰船虽然讲伊有试过3届，想要甲这船搁变过来，也毋过拢无成功。就算讲有穿救生衫，嘛是互这暗流甲拖去，尾仔是伫个离事故地点200公尺的所在找到人，也毋过人现场已经断开，救袂回来。这消防局是提醒民众，伫个过船的时阵呢，爱找这个合法的水域，才通避免类似的状况。